这是一条普通的溪水，它从大山深处款款流来。这是一条奇特的溪水，充满着大山的灵性。它流出过王羲之，流出过谢灵运，它把千年风流镶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浙江东部的这条清澈的善溪，日复一日，默默地流淌着，流淌着。月山青月山青月水长流月山青，相映一曲梦魂萦。人生百年惜百年，重回首，本性已化春秋。月水长流月山青，几代红绫几代情。人生有涯亦无涯，为华发桃李满天下。人生有涯亦无涯，人生有涯亦无涯，桃李满天下，满天下。富春江水还像从前那样，年复一年，匆匆流去。江畔玉兰还像从前那样，年复一年，占满枝头。悠悠岁月，匆匆人生，能给每个人几度春秋，几多韶华。然而它，富春江边的一朵玉兰，却在中国越剧的百花园里，飘送着沁人心脾的永久芳香。凡是知道贾宝玉名字的人，几乎也都知道徐玉兰的名字。尽管这两者之间，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起码相差整整4、5个世纪。然而正因为徐玉兰的高超演技，使贾宝玉从曹雪芹的笔下走进了亿万观众的心里。
少女，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奇，是第一件诚心满意的事。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家乡出了名人。这个位于富春江边小小的新登镇，人们都把赫赫有名的徐玉兰引为骄傲。小镇上的戏迷们对徐玉兰的身世了解的几乎比他们自己的身世还明了。看着徐玉兰长大的老一辈子，说起徐玉兰更是头头是道，喜形于色，仿佛夸耀的不是徐玉兰，而是他们自己的女儿。徐玉兰从小酷爱表演，12岁就进了东安舞台学系。打这儿起，她就同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想起，我学习的时候啊，是35年学习的。当年学习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从前是叫塔山顶，是吧？它有一个庙，是吧？有个庙，庙里有好多菩萨，而且还有一个戏台，能给演出的。这个地方下面都是铺的那个石子。我们学习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练功，是吧？白戏，如果练得不好，再练坏了，老师还要打，是吧？那个时光确实很苦，很苦。那么现在呢，围起来呢，我觉得记忆犹新，也很有意义的，是吧？我想没有当年嘛，也没今天了。天赋加勤奋是成功的秘诀。初次登台，他就一鸣惊人。他演的《梅龙镇》，戏单上竟打出了泰斗文武老生称誉。这一年，他只有12岁，居然成了泰斗，这使观众大为惊叹。也许，他真是个演戏的天才。1936年11月，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开始与颇有名气的王杏花搭档，演出了《武家坡》。她演的是老生，然而她并不局限于老生行当。在这个剧团里，她是个能文能武、锋芒毕露的人物。她演过小生，演过武生，连红生戏和小丑戏他也都演过。1940年下半年，他与名演员施银花、赵瑞花搭档。第2年，他正式成了头尖小生，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代名小生就这样脱颖而出了。富春江水深情绵厚，从徐玉兰心中汩汩流过，从未枯竭。虽说艺术家早离故土，可时空隔不断他与家乡山水和父老乡亲千丝万缕的联
系。富春江水清冽甘美，徐玉兰喝着江水长大，总也喝不够。是他们给了她搏击人生的勇气和艺术创作的灵气。走遍天涯海角，她也不会忘记自己是富春江水。那想嘛想的，看爸爸的小师傅同你一样的照片，好不好？啊，等会他同你一起看。也得看看这老表，原来这乡嘛，42年回来到92年，他们40年退休。晓得我都不认识。姑娘，来了。好不啦？小娃听见侬来这里早上去赶回来了。真的？你说侬要高考美哎，对，考浙江美院。江美浙江美院有。你现在网上？可是我看到我，这个我这里我上班的，大家。那现在娃小气了，也就唱不啦？唱啊！唱啊！哎，唱一句给你听听。鲤鱼啊，你那里清凉水浮？鲤鱼。是徐玉兰60年代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她以激越清朗的唱腔、潇洒自如的表演，塑造了一个飘逸俊美的书生形象。其中的几段唱腔影响深广，至今仍为人们传唱，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徐派唱腔的代表性唱段。月下当如情离场，元宵佳句观花灯，夫妻桑桑多欢畅。那京城欲将我们再为夫，在相府中有2个牡丹那公堂。
我娘子便。尽管记在心上，想着履带的是富贵，那几年娘子恩长，人间难觅一字经。你就是李玉姐，玉红。徐玉兰天生一副好嗓子，音域宽阔，声乐行云。她充分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继承早期南班曲调的醇厚朴实的同时，兼而吸收少剧的高亢悲壮和京剧的刚强坚定，形成了她特有的鲜明的唱腔特色。行腔如蛟龙出海，追波逐澜，上下腾跃，刚劲挺拔。老师的唱腔，他打破了一般越剧比较平稳的传统格调，忽而直冲云天，忽而又七沉丹田，大起大落，气势非凡。在他的著名唱段《北帝王哭祖庙》中就表现得比较典型。北帝王是老师40年代的代表作，抒发的是一个没落帝王之子面对国破家亡而又无法力挽狂澜的满腔悲愤。当时的越剧表现的大多数都是才子佳人卿卿我我，而北帝王则好似一股凌厉的西北风，既极大地丰富了徐派唱腔艺术，也为越剧的题材表现开拓了新天地。更重要的是，他给当时反对内战的人民群众以振奋人心的力量。其中一段唱腔《哭祖庙》高亢激越，旋律流畅，板式变化比较灵活，充分地展示了老师的唱腔艺术特色。特别是在《哭祖庙》后半段贪乐中有一句起调：锁国的塞从低音的咪到高音的哆，在高山瀑布般的气势中顺利地完成了13度大跳，体现了人物内心比较悲怆的感情，具有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如此大起大落，刚劲挺拔，可说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连周总理在国庆10周年的一次宴会上，听了老师的这段唱腔后呢，也高兴地说：“谁说越剧只是软绵绵的？哭祖庙高亢激越，唱得很出色，很好。”北帝王的哭祖庙和《红楼梦》的哭灵，堪称是老师唱腔艺术的双绝。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当年没有录像，所以老师就没有留下当年北帝王的录像资料。
能力把不到。富春江以干裂的乳汁哺育着他的儿女，同时也以古老的中华文明教诲他们要正直，要善良，要富有同情心。1945年，徐玉兰和小丹桂合作，在国泰戏院演出《是我错》，轰动了上海滩。阿娘，你在干什么？阿娘在看一个布啊。我也要看。你也要看啊？好啊，阿娘告诉你，好吧？阿娘你这。啊，好好。哎，我告诉你啊，刚刚那个布啊，你晓得他是谁啊？他当年也是唱戏的，唱什么戏你知道吗？他唱粤剧。对，唱粤剧。阿娘唱什么的？阿娘唱贾宝玉的。阿娘唱过贾宝玉是吧？阿娘也唱粤剧啊。当年他同阿娘两个人一起在台上唱过戏。小丹桂这一代名伶，却有一部坎坷的人生经历。在他的生前，只向徐玉兰倾吐过，对苦难的共同理解和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使他们情同姐妹。他们参加了著名的10姐妹一演山河恋。可就在这次义演后不久，小丹桂忍受不了戏霸张春帆的迫害，含恨自尽。一代红伶如此下场，激怒了徐玉兰，也激怒了上海粤剧界。10姐妹联络社会各界，为小丹桂申冤。徐玉兰和袁雪芬、竺水昭一起，不怕恶势力恐吓，与张春帆面对面斗争。徐玉兰最熟悉小丹桂，她据理直诉，使张春帆无以应答。作为一个艺术家，徐玉兰表现了无畏的勇气和正直的人格。小丹桂自尽，徐玉兰既失去了一个知心姐妹，也失去了一个好搭档。合作型的艺术表演，不但需要大致相等的艺术造诣，也需要心灵的默契。这在粤剧的小生花旦戏中更被人们重视。徐玉兰再度寻觅自己的艺术伙伴。1948年下半年，榆林太监王文娟说他年轻，形象也好，也会言传通戏，也能文能武，所以呢，我们请来同我一起合作。到现在算起来呢，已经有40几年了。但是我同他演过的戏是好多好多，但是我们彼此都非常协调，也非常默契。就这样，一对黄金搭档，40多个岁月，他们共同创造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艺术形象，共同拥有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百花园。《红楼梦》便是其中孕育出的灿烂的一朵奇葩。《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不但是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人艺术生命的巅峰，也是我国粤剧史上一个辉煌的制高点。它的影响早已跨越了国界，人们对它的偏爱竟不因时间的推移而衰减。人们都记得
文革10年的禁锢一旦打破，那彻夜睁看《红楼梦》的近乎疯狂的热情，是所有经历过的人们都难以忘却。在短短2个多小时的艺术表演中，徐玉兰把不谙世事、清纯可爱的贾宝玉，层次分明、细致入微地转化为一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宝玉的悲剧，在徐玉兰精湛的表演和唱腔中，不断叩击着人们的灵魂，鬼斧神工，惊心动魄。人们突然发现，徐玉兰不见了，她在人物中消融了。我们眼前只留下一个光华照人的完满的艺术形象贾宝玉。物我的同一，据说是艺术的最高成就。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添，我
是谁里梦里常想念，好容易盼到东方花烛夜，总以为美满姻缘的心啊牵，想不到林妹妹病在宝地下，恰原来你被逼死我偏，谁指望大队能将恩我谁知晓今在你当初笼中错是你。林妹妹啊，自从举子大观园，几年来你是心里纠结家不开，落花满地上垂老，冷雨悄淌过成眠，你怕那生死上风到后转前，到如今他估算比上青1953年，徐玉兰和王文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去慰问中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在朝期间，他们被朝鲜人民灿烂的文化所吸引，萌生了把异国文化搬上中国舞台的愿望。在朝鲜人民手把手的传授下，在他们二人共同的努力下，一个美丽的朝鲜民间故事被移植到了中国的越剧古老中。
只有不断改革，粤剧才能永葆青春。徐玉兰深知这一点。早在1947年，她便坚持走粤剧改革之路，建立了玉兰剧团，成立剧务部，推出一大批创作剧目。40年过去了，徐玉兰又和王文娟一起支撑起一个红楼剧团，但这次是为更高层次的粤剧改革进行的新的探索，也提供了新的经验。是啊，那些小家伙把戏啊来去看看。对，么来的话，没意见，对不对啊？干嘛了？都去看看这个一下戏。好了，看看一下戏，好好呢。从玉兰剧团到红楼剧团，足见徐玉兰清醒的艺术头脑和不倦的艺术追求。就在这老一辈艺术家的苦心培育下，红楼剧团以朝气蓬勃的姿态，令世人耳目一新。基本上还是蛮好的，就是弄呢，找了10岁的动作要快，不然鬼了一起，动作都听不清，是吧？那么观众要拍起一细节，是吧？一对情同姐妹的艺术家，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心中的理想，兢兢业业地建造着艺术之上。《西园记》便是二人配合的又一杰作。《西园记》是一部妙趣横生的爱情喜剧，描写才子张继华在西园的一系列误会和巧合，赞美这个人物对爱情的纯真和执着的追求。徐玉兰别出心裁地赋予张继华以想当然的个性特点，并从乐极生悲和悲极复乐的两极反差中加以充分表现，使这个人物纯真至极，执着至极，从而也可爱至极。小心反应，小心反应。以悲壮激越著称的徐派艺术，在平添喜剧色彩的演唱中，拓展了新的表演天地。
小姐，你还生什么呢？哎，今日此事虽然被逼无奈，一力独行，将心比心，也难怪他为我生气哟。我虽是为报临为白天地，也难消他的心中情。真不要怨我母亲知不见，陪我艰辛将就起。他为我在人间有失成平，他为我夫肩下修行过情，是这般生生世世情不移。好，小姐，小姐呀，我与你做一对神归夫妻。小姐呀，你在阴曹地府对，究竟是想陈眼里。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大力士，只要他的双脚不离开土地，他便永远充满力量，因为他是大地的儿子。徐玉兰也是如此，她是人民的艺术家，人民就是她的母亲。富春江永远在她心中流淌，给她智慧和勇气。她用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这片土地一个充满魅力的艺术王国。这是历史，历史在舞台上；这是人生，人生在戏剧中。戏剧用人生